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3岁后生食糖啊，食到惊到，老爸用哈姆立克这种的方法，甲后生救回来。这是南投草屯一间小食店，头家伫柜台咧整理物件，3岁后生就摕伫椅仔顶咧耍电脑，伊甲后生话，后生拢无回应。做爸爸发现代志无对当，紧冲过去来查看，结果发现后生互糖啊惊到，无法度呼吸，马上用哈姆立克这种的方法协助后生甲这个物件甲吐出来，顺利来化解危机。尾暗6点外，这个查甫人生理做煞，伫整理物件，伊发现讲伊一个3岁后生倒伫椅仔顶，上开力量加花拢无用。伊尖尾请冲过甲看卖，发现讲伊这个后生食糖啊食到惊到，未喘气啊。听话，听到2声不寻常的那种大力的吸气声，然后我就反正好像不对。伊赶紧用哈姆立克的方法甲急救，双手甲抹掉咧，用拳头母甲堵伊的巴肚，出来甲切无几秒钟尔，卡林后生气管这粒糖啊，全咧吞入巴肚底，伊这后生会当喘气了后，随哭出来。这个查甫人平时嘛做义消，除了协助拍火，嘛学过急救。伊讲读幼稚园这个后生时常倒咧看平板电脑，即摆可能是倒咧食糖啊，才会去惊到。那以后不可以躺着吃糖果好吗？可是对他来讲有一点大颗了哈。哎，对，然后再走过去而已，他就给我躺下去，躺下去之后才有后面的事情。消防单位表示讲，这个哈姆立克主要是要清除上呼吸道有物件塌掉咧，用手为巴肚出力压缩气部，让这个物件排出气管。啊，若想要红硬啊，会使互伊拍伫手骨，用手打伊的脚趾片，也是讲互伊倒摊笑，用二指甲中指治伊的胸坎。这几种方法若会晓，若讲拄到紧急的时刻，就会当化解危机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